兄姐妹平安，请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让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让我们心灵诚实，同心来敬拜。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羊的好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赞美你，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初，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以前到永永远远。你是神，天上的天君天使都在敬拜你，地上的万国万民也当敬拜你，凡有血气的都当赞美你。我的主啊，恳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使我们都能合乎你的喜悦。恳求你让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免得我们得罪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心灵粮诗选174首，以马内利来临。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沦落异邦寂寞伤心，因今渴望生死降临，欢喜
众请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25篇1到10节。诗篇25篇1到10节，在旧约的557页。弟兄姐妹翻到之后，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教我的上帝。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求你不要纪念我年幼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是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凡遵守他的和他的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点烛礼，点燃第一根蜡烛。公祷，让我们翻开周报的第3页，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非洲国家加纳共和国来祷告，让基督教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让加纳的百姓们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区教会来祷告，
林口的布道手曾以热牧师。我们为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们的身心灵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我们也为防疫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下平安，让他们工作顺利。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路加福音及帖撒罗尼迦，我们请品纯弟兄为我们攻读。本周第一经课及第二经课都在新约圣经。第一经课为路加福音21章25至36节。第25节起，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在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在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并于上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就，也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第二经课记载于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3章9至13节。第9节起，我们在上帝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悦。为这一切喜悦，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上帝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上帝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上帝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
由我来为大家诵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伟文牧师来为我们传讲神的话。正道的主题为主恩将临。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今天早上一起来做礼拜。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喜欢或是爱来做礼拜，因为做礼拜只是做礼拜，跟爱做礼拜是不一样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喜欢跟喜爱来做礼拜。昨天跟一个弟兄这样的讨论到一个事情，爱是比对的事情多一点点。所以当你爱做礼拜，也许不一定做礼拜每一次你都会那么样的喜欢，或许不一定每一次的礼拜都让你觉得好像是可以就是让你的心里面可以获得满足。但是当做礼拜当中有一个部分或是有一句话能够进入你心里面的时候，就已经足够，能够对你这一周里面，能够对你的这个礼拜里面能够带来一些影响，就已经有帮助。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珍惜每一次可以做礼拜的时间，因为这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我们今天开始叫做将临期的第一周，那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就是叫以马内利来临，它其实是在将临节的时候要唱的诗歌。那所以好不好，我们请大家我们再把这一首歌174首我们的这个心灵粮诗选174首的这一首歌，我们再来把它唱一次。但是唱的时候我们跟刚刚的调子要稍微不一样，我希望大家可以把速度加快1倍因为这里提到欢心，就等待主的时候是欢心的时刻，所以我们把它试试看，多加1倍的时候，把速度加快1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感受又是不一样。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174，以马内利来临可以的话，我们站起来唱好吗？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沦落异邦寂寞伤心，因今渴望神子降临。欢喜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清晨日光恳求降临，借主降临欢为中心，冲开长夜幽愁云，驱散死亡深沉黑影，欢喜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再快一点好吗？上天圣旨来临，统治万物协和万民，恳求显示智慧路程，直到群生步步遵循。欢喜以色
降临，万邦之王来临，来临，团结万民，一致一心，用喜兵革突击纷争，充满世界天赐和平，欢喜欢喜，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基督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也预备好来领受主基督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刚刚唱的这一首歌《以马内利降临》这个其实是一首也可以唱快的，也可以唱慢的，那味道会不一样。唱快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比较欢欣的感觉，你会好像期待救主的降临。那唱慢的时候，好像是一种抒发的情感，好像是一种我可以将我的苦情吐露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诗歌它很妙的地方就是，无论你唱快的或是唱慢的，它都可以来能够把你的心情能够来解放出来。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诗歌来敬拜，透过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来的事情，透过诗歌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抒发。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作是真的啊。有一个乞丐在路边跟一些人乞讨，然后有一个人就从他旁边经过，然后这个乞丐就跟他乞讨钱，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钱？”然后呢，这个男生呢，他就看看他，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请你抽烟好吗？”这个乞丐就说：“我不要抽烟，请你给我一点钱。”然后这个人要跟这个乞丐说：“那我请你喝酒可不可以？”那这个乞丐说：“我不喝酒，我只要一点点钱。”那这个人又跟这个乞丐说：“那我可不可以带你去打麻将？说不定可以赢点钱啊。”这个乞丐说：“对不起，我不赌博，我不打麻将，你只要给我一点点钱就好了。”然后呢，这个男生他说：“好，那请你跟我回家好了，我要让我的太太看一下，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听得懂意思吗？这个不抽烟、不赌博、不喝酒的人，他结果是当乞丐了啊！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是千万不要这样真的去喝酒、赌博，跟那个这个其实是一个笑话而已，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贫穷不一定是因为一些某些原因，可能他有一些的不得已的原因，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工作不顺利，或者是有一些的障碍，或者是有一些困难。但是当我们在工作不顺利、困难的时候，或是有一些障碍的时候，不要放弃，因为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尝试，能够不断的再试一下，不是一次失败就放弃了。我们现在很少人再去讲说要再试一下。我记得以前有一首儿歌叫做《再试一下》，你一试再试，试不成的时候要再试一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软弱或是无助的时候，让我们再试一下，也许可能下一次就会是成功的。当然有一个故事，我想大家都曾经听过，当然这不是一个就是这个只是一个叫做这个善意的故事了不是真实的。大家应该听过有一个人叫做爱迪生，知道吗？爱迪生我们都说他发明电灯，其实不是发明电灯，他是改良电灯但是他讲了一个话是真实的，他说虽然我把这个电灯做出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999种不能做出电灯的方法。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失败也许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些的刺激，或是有一些的困难，但是当你永不放弃的时候，你将会发现上帝为你开了一扇门，让你可以在那里能够看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是奇妙的跟美好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
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四我们过了一个节日，各位可能知道这个节日叫做感恩节，当然它不是教会的正式的节日，就跟母亲节或父亲节一样，它不是算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正统的节日，像我们在过复活节或是圣诞节，这个是比较属于教会的节日。但是感恩节跟教会里面有关系吗？其实当然有关系。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时常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向上帝献上初熟的果子，要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祭，这些都是感恩节的一个最早的代表。当然我相信这一张的图片大家可能都有看过，或是可以略知道原来感恩节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当这一批的欧洲的移民他们到美洲去的时候，当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在那里，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极其酷寒，甚至死了一半的人。但是在当地的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隔年开始种植了一些当地可以活的一些的植物的时候，他们终于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有了收成，所以他们为这样的事情来感谢上帝。但是在图片的当中，各位可以看到，其实他们除了感谢上帝，他们也感谢人。感谢谁？感谢那些教他们种植的印第安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感恩节我们感谢上帝，可是事实上感恩节也是感谢人的时候。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讲说，尤其是我在一些这个教会机构比如说伊甸基金会带他们晨祷的时候，我常常会鼓励他们说，你要感谢你身边的同事，你要跟他说谢谢，然后祝福他成功。我说为什么要祝福他成功？因为他今天如果工作成功，他顺利的话，他就不会把他多出来的工作丢给你。所以如果你希望你今天工作顺利成功，那么你要祝福你的同事，他成功了，你才会成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去感谢跟感恩别人的帮助，那么你祝福他成功，他也祝福你的成功，你就会发现你的工作会越来越好。但是如果你咒诅别人，伤害别人，你说他做的事情不比我好，他做的事情不比我强，那他的工作搞不好哪一天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感谢和感恩，感谢别人帮助你成功，这是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成功是很突然的，其实并不突然，是很多人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功的。所以当我们在过感恩节的时候，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和好跟感恩的时刻，帮助我们，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可以除了向上帝献上感恩，我们也向人献上表达感谢跟感恩。我们很少会去跟别人表达感谢，我们常常会说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在我的老家里面，我到国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学习什么叫做感恩。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我的家里面，我们家里面是刚刚提到了，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老妈给东西是不用说谢谢的。第一次看到感谢自己的家人，是在教会的里面。当我看到我的牧师，他师母拿一杯水给他喝的时候，我的牧师跟师母说谢谢。我说在我的家里从来没有过这种习惯，从来没有过这种样式，为什么倒一杯水都还要说谢谢？特别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华人或是我们台湾人很少习惯去表达感谢跟感恩，所以有时候别人跟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哪里，哎呀没有，不用讲。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很客气的去拒绝别人，但是我们要学习，当别人跟我们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接纳跟接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假设如果有人感谢你，或者是向你献上感恩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哪里，已经在这里了，好不好？就在这里，就说谢谢就好了。所以不要为了别人好像要觉得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哪里，不用哪里，就是这里，就是谢谢就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跟别人道谢，说谢谢，这是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好，所以刚刚提到了，今天是感恩节不是感恩节，对不起，感恩节之后叫做我们开始要过的时刻，叫做这个待降节
好，那待降节我们会看到在台上我们点了第一支的蜡烛。那待降节有什么样的意义？待降节其实就是在圣诞节的往前推4个礼拜，那每一个礼拜就是我们要点一支的蜡烛。那点蜡烛有什么样的用意？其实点蜡烛就是一个等候跟预备主来临的时候。过去在黑暗降临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点烛跟点灯，包括用来等候一些还没有回家的家人，或者是期待等待有一些人他可能晚一点的时候会来到，所以点烛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一般家庭晚上就很早就睡觉了，会点烛表示有重要的客人或是有重要的事要发生在家里面才会点烛的。特别在教会的这个节期里面，颜色也是一个重要的表征。如果你看到教会的节期里面，比如像我们的桌巾变成是紫色的时候，那代表的意思就是降临期即将要来到。所以降临期来到的时候会换的颜色就是紫色的。紫色代表什么意思？紫色代表的是悔改跟等候。所以当你看到穿紫色的衣服的人，就是表示他要悔改了所以这个开玩笑一下，这个我们卫理公会有谁穿紫色的牧师服知道吗？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要悔改紫色是代表悔改的意思，所以紫色代表悔改跟等候好，所以第一周的这个降临期的第一周的时候，这一周叫做希望主日。那天主教里面叫做醒悟主日，就是我要被唤醒，上帝帮助我，让我开始知道。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叫做希望主日，就是我们希望跟盼望基督的降临。好，所以我们会想说，奇怪，那2000年前耶稣已经降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忍耐跟等候基督的降临？我们大概都以为说，耶稣2000年前降生在降生在伯利恒，好像事情就已经开始了。是的，耶稣2000年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世界因为他而改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让耶稣降生在你的心中，来改变你这个人？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2000年前，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以致他改变了整个世界。2000年后的今天，耶稣有没有降生在你的心里，来改变你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在混乱跟一些的患难的当中、困苦的当中，我们没有空间让耶稣来降生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杂事，我们有很多要去处理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空间让耶稣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很多繁杂的事物，但是没有让耶稣来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过降临期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预备等候，让主降临在我的心里面，自己的心里面，而不是只在别人的心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等候主的降临跟临到。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在耶利米书。那各位如果有读耶利米书的话，应该会认识耶利米这个先知。耶利米这个先知，我们通常称呼他叫做哀哭的先知，或是哭泣的先知。那我们会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那为什么他是一个大男人，他要常常做这样的哭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这样的角色？各位，其实各位很多人可能都误会了耶利米。其实耶利米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哀哭的先知是有原因的。耶利米他本来就是一个刚强的人，他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如果各位看耶利米书的前面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要为以色列，为这个犹大人的缘故，为以色列的缘故，做他们的对敌，做他们的铜跟铁，让他们踢到铁板。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其实不是给他好工作做。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是给他不好的工作。这个不好的工作是什么？你要跟你的百姓对敌对抗，你要成为你百姓的仇敌。为什么？因为你要讲一些他们不喜欢听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对自己的家人讲不好听的话，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你的家人对你的反应会是什么？骂你啊！当然就是跟你反抗。为什么你要讲这些唱衰的话？我们常说这些叫做唱衰当时人的事情。
所以他要哀哭，因为他很痛苦，他不想讲这些，他不能告诉他的这个同胞说我不想讲这些，他只能够默默的忍受，因为上帝要他说这些的话来对抗他的家族，对抗他的同胞，对抗他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听过先知是孤单的吗？先知其实是孤单的。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如果你能够知道一些事情，如果你能够比别人了解一些事情，但是一群人都不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孤单在什么地方。所有的人都无知的时候，只有你知道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孤单的。但是这一群人他们又不愿意改变的时候，你的心是孤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负面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找到一些的正面的意义？好，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当时的一个地图，这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的地图。那各位如果有看这个历代志或是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应该就会知道，在所罗门之后分裂了2个国家，一个叫做北国以色列，一个叫做南国犹大。那北国的以色列活得比较短在主前72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被灭掉了。那南国活得稍微长一点，当然各位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为什么南国会活得长一点。除了他们是大卫一系的子孙以外，另外一个部分是南国的信仰比较稳固。北国因为常常在偶像崇拜的里面，或者是北国常常是一个违背上帝的话语的一个状态，所以常常那些违背上帝的王在统治的国家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国家就偏离了上帝的路，以至于在西元前721年的时候，北国就被亚述帝国给灭了。南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可能他表面上他维持一个崇拜的形象，但是事实上骨子里他还是有很多偶像的崇拜，还是有很多违反上帝话语的事情，包括去欺压别人，有钱的人去伤害贫穷的人，或是在社会有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南国犹大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主前的586年的时候，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就攻陷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整个南国在西元前586年的时候就灭国了。所以耶利米先知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耶利米先知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出现。他在他的国王这个国家快要灭亡前，一个稍微看到有点忠心盼望的约西亚王的时候，但是他亲眼也看见他国家的整个灭亡跟衰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耶利米的心中是多么的痛，当他要讲出一些负面的言语，当他要讲出上帝的话，但是这些话又是真实的，他要跟他的同胞做对抗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难过的，他会有这些的哀伤，他会有这些的痛苦。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哀伤跟痛苦只有耶利米书是一直都出现这些东西，其实耶利米书也带来了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请大家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第1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4节，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是都讲坏话，上帝不是都讲咒诅你的话，上帝不是都讲这些叫做让你觉得受伤的话，好像都是责备你的。上帝也会告诉我们他的恩言。恩言是什么？恩言就是好话。上帝对以色列家、对犹大家要说的好话要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利米书里面很多一些咒诅，很多上帝的惩罚临到，但是上帝也对以色列、对犹大家说好话。如果各位看英文圣经里面，它是 good， 恩言是 good word， 意思就是它是好话。上帝对以色列人、对这个犹太人说好话，上帝要应许他们一个恩言。什么样的恩言？我们来看第1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15节，一起念来。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弥赛亚的期待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各位知道，
耶利米先知虽然知道国家要灭亡，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甚至国王都要被迁到这个巴比伦被去宰杀掉，但是他哪里来的这样的盼望？15节的地方他说，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去期待地上的君王能够实行公平和公义，因为地上的君王不断的兴起，所有的领袖不断的兴起，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个公平跟公义的带来者，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带来公平和公义。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可以对这个世界有贡献，带来这个国家的希望，但是事实上没有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期待人是一个让人绝望的事情。然而以色列人他们的盼望在哪里？耶利米先知说，上帝要使大卫的公义的苗裔长起来，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不是期待人的弥赛亚，不是期待人的那个君王能够来带来公平和公义，要期待的是谁？要期待是上帝派来的那一位，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6节，差来的弥赛亚他是谁？16节我们一起念来。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以色列人这样的盼望，他说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不是哪一个人，不是谁，是耶和华自己，上帝自己来成为我们的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是我可以做这些事情，或是我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人的义在上帝面前不过就跟一块破抹布一样，没有办法可以成为义的。唯有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义，上帝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才能够成为义的。若不是上帝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做不到上帝的事情，我们达不到上帝的工作。唯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成就他自己的应许。好，这个字叫做耶和华其根努哈，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就是把刚刚那个耶和华我们的义用希伯来文把它弄出来，这个叫做耶和华其根努，它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其根努就是我们的义，就是义的意思。好，那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前面那个一点，然后两个好像四方没有围起来的格子，那个叫做耶和华啊。这个在过去他们希伯来语里面，他们不能念这个字出来。我们大概现在都会知道，那个叫做它的读音叫雅卫啊，它的意思叫雅卫，就是耶和华。然后其根努这个意思就是义的，上帝是我的公义，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义是上帝成为我们的义。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成为义，是上帝成为我们的公义。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1章9节，上帝的公义在哪里显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哈，我们一起念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要称我们为义。为什么？因为他有代替了。谁来代替这样的义？是一定要有一个人来承担我们的不义。好，所以义是什么？义是那个义的来承担我们的不义，以至于我们就成为义了。意思就是我们就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只有上帝标准合乎上帝标准的那一位才能够来达到上帝的标准，以致代替我们成为义的。那谁来代替？就是这一只羊。各位，耶稣出现的时候，施洗约翰曾经讲过这样的话：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透过神的羔羊，让我们才能够称为义的。那谁代替我们的不义？就是这一只羔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
罪意味着死亡，但是献祭让我们晓得有一个办法能逃过死并亲近神，可以由另一位来代替罪人死。那个代替罪人死的那一位，就是公义的那一位，他代替我们死，以致成为我们的义。各位如果有看过一般民间信仰，或者是包括旧约里面在讲献祭的时候，都是要杀了羊，或者是要把最好的肉要献在上帝的面前，或是献在神明的面前，用来表达一个赎罪跟代替的意思。我要用这个好东西来代替我，能够来就近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谁成为那个义？是耶稣基督成为那个义，代替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曾经有一个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没有信主的一个福音朋友，他就来问说，为什么你们教会里面不用再像我们这样烧香，或是烧纸钱，或者是要祭拜这些东西？因为已经有人为我们献上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献上，我们到现在可能都还要再烧那个祭物，或者是要杀牛杀羊来祭拜。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以至于我们不用再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唐崇荣牧师这样说，他说罪的代表是什么？罪的代表就是亚当。所以各位如果看过在圣经里面提到亚当，通常都没有好话，亚当都是罪的代表，因为亚当犯了罪，以至于他的后代就成为罪的这样的一个延续。但是义的代表是谁？义的代表是耶稣基督。所以罪带来死亡，然而义带来的是生命。所以透过亚当，我们说我们成为罪的儿女，我们都在罪的里面。但是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义，以至于我们的罪被洗清，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两个不同的对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还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亚当的子孙，我们是亚当的孩子，我们必须会带来这些的原罪在我们的生命里。然而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罪得到赦免了，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着那个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连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罪的里面还是在义的里面？你在上帝的里面还是在罪恶的里面？罪带来的是死亡，义带来的是生命。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发圣餐的时候，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周，像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圣餐礼拜。每次在做圣餐礼拜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说这个是行礼如仪，其实不是啊。当我们每次在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其实是在做什么？他说，每当你接受基督做供应的时候，你就接受一个无罪无效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领饼的时候，你要看到这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我们的无效饼，亲自成为我们的无罪的供应，无效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透过耶稣基督，以至于神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有生命的，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的生命是可吃的，是我们生命的供应。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看到的是那块饼，其实真正的意义在那块饼所代表的意义是，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成为我们的供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领饼的时候，不是只为了那块饼好吃，其实那块饼不好吃，那块饼没有味道的。那块饼它代表的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供应，好像没有味道的饼，但是其实它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那当然就是要谦卑信靠跟仰望上帝，而不是只是靠自己。所以自己的义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义，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有美好的亲近。所以爱德华兹这样说，他说谦卑的信靠和仰望基督，而不是相信自己而已。相信自己常常是很多人要讲的说，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我们要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要相信很多事情是我可以做到的。当然我们给自己这些自信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事实上很多事我们做不到。
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有无力跟软弱感的时候，正是我们需要谦卑跟仰望、信靠上帝的时候。所以谦卑的信靠和仰望上帝，不是只有相信自己而已。自己会有软弱，会有无助，会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唯有谦卑的信靠和仰望基督，这才是我们应当要去做的。所以怎么样做才能够叫做谦卑的信靠跟仰望？我们需要安静回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安静就是力量，因为有所仰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箴言的第1章33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圣经1章33节，一起念来。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听从基督的，唯有听从主的，必然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这些的灾祸，不怕这些的灾祸的临到。当然在这边箴言里面讲的是智慧，但是智慧在旧约里面，智慧的代表就是基督。好，所以谦卑的根源和萌芽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对上帝、对自己和对基督的爱有了正确的认识的结果。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自己和对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跟学习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就知道自己是无力的，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一样可以靠自己做什么，唯有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基督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降生？因为他要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死是为了什么？基督的死的几个意义。第一个，他是代替我们，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是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归到上帝的面前。他让我们与上帝有和好的关系。他成为挽回祭，让我们能够挽回与上帝的关系。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后也给我们有这样的称义的恩典，让我们得称为义，得称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基督的死带给我们这些的美好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里面就提到，基督才成为我们的公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而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智慧在哪里？在耶稣里。你的公义在哪里？在耶稣里。你的圣洁在哪里？在耶稣里。你的救赎在哪里？在耶稣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上帝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不是我们的义，是上帝的义在我们的里面。当你领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唯独因信称义。我们在上次讲到有关怎么分辨什么是正道跟虚假的，或者是这些的异端的时候，提过因信称义。那唯独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指的就是唯独因基督来称义，不是因为我靠别的人，不是因为我靠牧师，不是因为我靠执事，不是因为我靠这个教会，而是靠耶稣基督。唯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靠你的行为，也不是靠你的智慧能力，而是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义。第二个，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有盼望。我们刚刚提到耶利米的时代里面，充满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充满很多的难处，充满很多的未知不知的感觉，或者甚至是整个亡国的那个被国家被灭掉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感是存在的。然而耶利米先知，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带来恩言，来帮助这些的百姓，帮助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来胜过这样的困难。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困境跟难处的时候不孤单的原因，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跟我们一起承担，耶稣跟我们一起受苦，耶稣跟我们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伤痛。所以我们最痛的经历的时候，也是基督同在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在2次大战的时候，很多犹太人是被纳粹给屠杀的。
多人他们被关到毒里面，很多人是绝望的，甚至有的人在毒气室的墙壁里面，上面看到有一行字，他们写着说，在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我相信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在我受苦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但是在这行字的下面的地方，右下角的地方，又出现了一行字，下面写着，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孤单，在你受苦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当你在问我受苦的时候，主你在哪里？其实在你受苦的时候，耶稣就在这里。所以上帝能改变一切，即使没有指望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的时候，也不成问题，因为它成为我们的益处。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同受苦，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同经历，以至于让我们在受苦之后，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有时候上帝容许我们跌倒，或是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另外一面让我们也学习谦卑，并且更懂得体恤他人的软弱，成为更好的安慰者跟扶持者。所以当你碰到一些困难难担当的事情，或是你受到的困境难处比别人多比别人大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你很孤单，因为耶稣跟你在一起。当你胜过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将要有更大的一个被上帝使用的机会，你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更多人的帮助。第三个，基督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过是瓦器，在哥林多后书4章7节，他说我们不过是瓦器，却有这宝贝，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上帝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困难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记得在我们心里有一个莫大的能力。他说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是上帝的，而不是我们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使用那个能力可以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不知道那个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是这样，有一个印第安酋长，他在电视当中看到，哇，这个有一部凯迪拉克的车非常的漂亮，然后他很羡慕，所以他就卖了他的一些土地，然后就去城市里面要去买这个凯迪拉克的车。但是他去买凯迪拉克的车的时候，他怎么把那个车带回来？他是用2匹马拖着那个车子，把车子带回到他的家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知道那一辆凯迪拉克里面有几百匹的马力，他用2匹马拉着那个凯迪拉克回到他的住的地方，但是他不知道那部车里有几百匹的马力在他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把耶稣摆在一边，然后困难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耶稣拿出来面对，而是我们自己面对，然后面对了之后，困难的时候又说，主啊，你在哪里？我们没有把耶稣拉出来做我们的力量，没有把耶稣拉出来做我们的能力，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来面对困难的时候，耶稣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事情也许没有按照我们所想望的发生，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有智慧，有好的判断，并且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有帮助的。所以罗马书里面提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腓立比书4章7节，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虽然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想象跟期待的，或是超过我们的想望的，但是上帝应许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不是在你意料中的，不是在你想象中的，这样的事情就会出现，那个意外的平安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凭信心向上帝支取这样的应许，上帝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最后要跟大家做一点勉励，就是这2个圈，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我们在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挂一个绿色的这个圈，叫做降临圈。所以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降临圈，因为表示圣诞节要到了。很多人会期待圣诞节到了，是一个快乐的时候，是一个分享的时候，是一个喜乐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降临圈？是因为有旁边这个荆棘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荆棘的冠冕，才能够让我们来过这个降临期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来过那个欢乐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降临圈一个喜乐的时候，其实是基督为我们受苦。愿上帝帮助我们，恩主降临，期待恩主不是只有降临在世界，也降临在你我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领受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义，不是单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你的恩典。谢谢主，你成为我们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唯有倚靠主你的公义。施恩看顾我们，让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义，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合乎主所喜悦的样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主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成为上帝的孩子。谢谢，感谢上帝的恩典满满。我们也感谢牧师用神的话语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我们先来朗读今天的经句，朗读2次，一起，请。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33章16节。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33章16节。现在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来回应神对我们满满的爱。耶稣是位奇妙的救主，在新灵粮诗选267首。耶稣是一切救主，他带领走。耶稣是我奇妙的救主，他要带领走。耶稣是我奇妙的救主，他要带领走。从荣耀中再临，感谢哈利路亚，耶稣将从荣耀中再临，荣耀哈利路亚，直到耶稣基督率领我们圣仇敌，与他一同掌王权。哦，我亲爱弟兄姐妹，日渐都受审判。你需要耶稣做你的救主，他要藏你在万世的磐石中，万世的磐石中做你保障。让我们双手合十，来低头祷告。神啊，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有的生命、工作、读书的机会、家庭的生活，都前赖你的恩典满满所赐下。故此，你配受赞美和感谢。现在我们愿意以金钱来奉献，
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求你同时又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运用它，在你的事工上，让我们的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赐福，谢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祈祷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让我们预备心，恭敬的以金钱来奉献，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请我们一同站立。请坐。那我们用我们成为一家人来彼此问安。我们第一次呢，先坐在座位上，大家大声的唱出来。然后第二次的话，那我们站起来，大家彼此问安，大家拱手就可以了。OK， 好。赞美耶稣，请坐。那我们来报告教会的信息。今天为将临期的第一主日，我们也欢迎实体及在线上聚会的新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在这边有一位新的朋友王约瑟，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一次欢迎，长长久久欢迎您，欢迎您常常来我们这边聚会。疫情警戒期间呢，主堂已经不需要限制座位了，但是仍然请依照教会的防疫的规定呢，严格的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的规定，营造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崇拜的环境。我们10月份的收支表呢，及11月份的执事会议记录呢，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会友前往关心。下一个主日呢，为12月份的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们预备你的心来参加。教会仍然会使用圣餐包的方式发放圣餐。在主日过后12点半，我们会举行小组长的会议。1点半呢，会举行新旧执事会的同工会议，请相关的同工留意参加。各小组的圣诞布置呢，请大家在11月底能够完成布置。也欢迎弟兄姐妹们及各小组的单位能够来参与这个布置的活动。本堂为了让教会的场地能够充分的利用，不至于闲置，因此执事们经过多次的协商讨论，决定呢规划6楼的场地，让教会能够多一处的空间。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容纳100多个人，它是一个中型的聚会场所。评估它所增加的设备费用呢，还必须要请会友来共同赞助、共同挹注，完成我们共同的使命。6楼设备的所需要的奉献明细如下，总共的金额是60万5千元。如果请您将你的爱主的奉献呢，置放在我们教会的黄色的那个特别奉献袋当中，并且你把它打勾，是为6楼的设备奉献的。2022年新任的执事名单有萧天一、林宏林、翁荣哲弟兄，请为新任的执事预备就任来祷告。目前有洗礼前的造就班课程，如果您有意要受洗或转入的会籍的弟兄姐妹，也请你们向牧师来报名。今年圣诞节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不会举办圣诞晚会。12月24号的周五晚上呢，将请各小组呢安排要去外出去报佳音的活动。那如果您有意愿要参加呢，就向教会的干事报名，填写你要参与的人有几个人。教会在2021年的爱读经计划，请为参加每日研读的会友的灵修的生命的增长来代祷。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课程、红本门徒、新约导论课程，学员们预备上课作业的撰写及上课时分享讨论，并关心本堂的延伸的神学教育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2021年教会的聚会人数能够增长到200人来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我们也为我们肢体消息来关怀。我们为了为施打疫苗的会友在施打当中有平安，施打过后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我们一位身体不舒服的黄秋黄是魏有义的太太，她的关节复健。瑞美的妈妈，还有陶英然的妈妈彩和姐妹，还有淑英的妈妈丸子姐妹，还有博宏的父亲春和弟兄，森峰兄弟的爸爸清良黄清良弟兄，还有孙妈妈，我们孙师母的妈妈，她身体的疗养，思文弟兄的听力及周雄弟兄的身体来代祷。牧师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好，弟兄姐妹刚刚我们唱的那首歌《耶稣是位奇妙的救主》，如果会唱的话，那大概应该年龄层跟我差不多，因为很多我不会唱，所以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是蛮老的歌曲了。好，那回到正题哈，我们的圣诞主日，对不起，圣诞节我们因为没有晚会，所以12月24号刚好是礼拜5的晚上，所以我们要规划做报佳音的行动。
那因为人数上我们需要做一些的就是确定哈，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参加晚上的那个报佳音的行动，我们大概会在7点钟会出发，然后会跟去年的路线一样，我们会沿着我们的这个和平2路，然后转到广西路，然后最后的终点会在我们以前的旧礼拜堂的地方，我们会在那里一个祷告的一个时间，等于我们为过去的一些我们在那里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聚会，向上帝献上感恩。那当然，如果各个小组里面你有个人需要家庭的这个报佳音的话，那也请跟各小组再自行来做这样的一个报名。那我相信小组长也会带我们的小组员能够跟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在家里面等候跟报佳音的这样的行动。那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的安排，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24号的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报佳音的行动。那明年我们要开始要走出去了我们的礼拜3的时候，我们的松柏团契他们到糖厂去聚会，那他们有唱一首诗歌叫做《走出去》，所以希望我们明年我们真的可以走得出去。我们已经在家里蛮久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期待明年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有机会往外。那往外的部分是要做什么？就是请各个小组有机会，你可以规划有去报佳不是报佳，去传福音，或者是去发单张，或者是去协助一些的我们在卫理公会里面，或是其他教会比较弱势的教会，我们可以去协助这些的教会，使他们可以得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自己会堂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希望我们可以走出去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期待明年可以往这个方向来走。所以期待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当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不要拒绝让上帝使用你，让你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会众请站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常为一体，同荣同尊。我有志愿，我父之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向你献上感谢和感恩，也使我们纪念那些在受苦当中的人，让他们能够承担这些的难处，因为基督与他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业。在殿业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您来电或来台前，牧师会为你们祷告。